好，来继续来看全国小学的篮球联赛，5月初9开始来比赛。来自高雄某一间国小的球队，20多个学生到台北来参加着比赛，讲就是带嚟的台北网咖饭店。啊，这个带名日期真晚近网咖群聚爆发的时间点。啊，这阵囡仔转去高雄了后，嘛进入去校园上课几若工，即摆是互家长真紧张，带咧等。 小小球员伫拍球交流，全国小学篮球联赛5月初9到12举行。各县市小学篮球队拢伫台北。今麦听讲有一队是为高雄上北的，伫北部发生疫情时，就带入网咖。高雄高三一支篮球队16个球员、2个教练加4位家长上班。5月初9到11，拢带入网咖旅馆，想要到11迄一天，网咖发生群聚疫情，佮继续伫遐带一暝。等去高雄了后，甚至佮等去校园上课有3天。这家长真烦恼，讲安尼敢会起胃着病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的学生都没有身体不适的状况发生。 虽然学校解释讲，学生的身体状况拢有掌握，不过高雄伫5月19有3个确诊病例。经过疫情调查后，拢是甲网咖有关系。这群学生伫网咖活动3天外，难免会互人紧张。高雄市政府在5月16号有公布，双北地区活动史的民众要遵守的健康行为规范，请家长把小朋友带回去。 市政府伫公布规定了后，校方这2天紧急通知学生，唔免去学校，嘛会继续追踪健康情形。不过疫情这紧张的时阵，伫北部甚至伫网咖活动过，因为入去校园人才集中的所在，嘛无怪大家会替因烦恼。